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專業地產，我係 Stella。今日嚟到確德傑山，介紹呢間向南冧心細嘅筍盤，我哋一齊望下。呢度係確德傑山一座高層玻璃室，實用538尺兩房，咁好光猛啊！呢間屋坐北向南嘅，咁個景都非常之開揚，望到海景嘅呢邊。隔離係菜記友啦，呢間係好企理嘅，執得好企理。咁呢度個間隔同埋好市井啦。咁呢個兩房呢，佢都會有個儲物房嘅。好市井啲色，兩房，廁所有窗，呢個係主人房啦。呢間連埋車位，如果大家有興趣，歡迎隨時 call 我啊！多謝各位收睇，拜拜。